上海車展嘅阿維塔展台最搶眼嘅一定係我身後玻璃房入邊嘅全球限量700台嘅阿維塔012，佢唔係阿維塔12喎，佢係012喎，同國際高車嘅設計師 Kim Jones 嘅一個聯名嚟嘅。液態嘅銀色車身，日光下好似水銀流動咁樣。21寸嘅鍛造輪毂，配埋無邊框嘅車門，非常之型。車內仲有星空嘅穹頂同埋象牙白嘅一個復古內飾，連座椅嘅拼接都係復刻咗 Kim Jones 嘅時裝工藝，真係移動嘅藝術品。當然唔少得嘅就阿維塔12嘅增程版啦，26.99萬起，搭載咗華為嘅乾坤嘅 ADS 3.0嘅自駕系統，3個激光雷達加11個攝像頭，自動泊車閘位、識別閘機、U 型嘅彎完全都冇難度嘅。平均接管嘅里程直上200公里，支架實力可以碾壓同級。底盤嘅升級摩仙嘅懸掛啦，個減速帶可以踩棉花一樣。後座仲有16寸嘅大屏同埋英國絲寶25揚聲器，聽歌睇戲非常適合私人影院。今次阿維塔06係擺喺 C 位嘅，19.19萬嘅限時優惠啦。跟住配咗空氣懸掛同埋 CDC 嘅電子監控，車身高度可以自己調嘅。仲有3C 快充，15分鐘可以保能50%，所以充電非常之唔係問題啦。今次阿維塔車展就係玩科技同埋藝術嘅，由70萬嘅限量版高定啦，到20萬嘅親民電膠啦，中國製造都係越嚟越有國際化啦。記得鎖定我哋嘅頻道，同大家繼續掃管。